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把你嘅產品或者服務放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顯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會為大家介紹點樣可以用零成本做到呢一樣嘢。我哋首先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嘅情況之下，我哋點可以脫穎而出，利用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個搜尋平台，為我哋帶嚟超越嘅位置？我哋試一組關鍵詞 Quality Best， 全球排位第一嘅係我哋嘅關聯企業 Google Plus。呢個係熱升華轉移印花機一個專用名詞。我哋再睇一下下面簡易搜尋 ，Google 為我哋冠名排位咗2個，因為呢2個連接裏面帶出嚟嘅都係所有我哋相關嘅視頻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就加強咗我哋喺 Google 裏面嘅權威，令到我哋喺首頁嘅排位繼續可以保持。我哋翻到去 Google Video 嘅頁面，10個連接裏面我哋佔咗8個。我哋再睇第2頁，情況都係一樣，就多咗有啲競價廣告。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5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6頁情況都係一樣。基本上較前個位置都俾我哋霸佔晒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當朋友去搜尋嗰陣時，佢見到喺咁嘅情況，佢確實佢個選擇唔多。所以大部分個朋友佢要喺呢個行業裏邊，佢要採購呢個設備，基本上佢都係睇緊我哋嘅視頻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喺行業裏邊嗰個權威就增加咗唔少。久而久之，我哋喺行業裏邊個位置就冇升得好快，因為今時今日冇一個媒體係可以超越到 video。我哋要展示一個產品或者一個服務，視頻確確實實為我哋帶嚟一個比較全面同埋透徹嘅展示嘅機會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唔擔心我哋在設備個技術俾人模仿，因為個市場只係得一個，點可以令到你哋喺呢個行業裏邊着領先？你哋更加要落大方，將你個能力喺個視頻裏邊展示出嚟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odcast Channel， 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平台。我哋保證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，干擾你嘅視頻直接播出，讓觀眾可以直接收看。同時，我哋個平台已經有手機版本，所有觀眾可以直接用手機直接上網，無需要下載任何 Apps 就可以觀賞你嘅視頻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格，報名申請，座位有限。多謝大家。